就真好佚佗啊！感受外车人特别来到台湾留落来这个岛，中华秀水金融社区办花海节，比往年加一倍数量，拢总超过40外架花产，内底有日头花，也阁有油菜花、波斯菊，也就是纳利亚花，五花杂色，互人看甲目睭拢花花。另外，阁有花海斗图，那亲像是徛伫咧花坛内底，为半空中一个看落，那亲像是外车人捌来过，留一个神秘的图形。 遮尔水的花蕊，对风咧摇晃，就敢若亲像徛伫咧花毯顶悬，互人心肝头焦松动起来。白色的、粉红的、胭脂红的、甲柑仔色的，即落五花杂色、青笑分明的花海，是安尼水甲袂讲尽。游客摕翕相机啊，要来翕遮尔水的镜头。这边的花色跟一种花的数量跟那个颜色还蛮特别的，蛮特别的，对，还蛮好拍的。很漂亮，就是很有层次感。不输日本。蛮漂亮的，特地过来拍个照。虽然讲有较清冷，不过游客要是带因规家大细来遮翕花，伫咧中华秀水的金陵社区举办花海节，花的数量比逐永年阁加一倍出来，占地有40公顷。花田内底有种日头花、油菜花、拉里亚花，这无同的花蕊，这会使讲是互人看甲目睭都袂赴长轮。透过空翕机的镜头，看这个花田已经变做真水的斗图，嘛亲像迄落天外人因留落来神秘图腾。而且来遮，毋但有这个迷人的花海通啊欣赏，还阁有来斗搭一寡创意的装置，嘛还阁有风吹。若是日暝了后，伫咧灯光的照影，安尼互规个社区添添真侪这落罗曼蒂克的气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